我们预计在明年的年底会完工。那我们也会找 OT 厂商来协助我们大台南地区的养殖渔民来做好我们整个水产品的内外销的工作。在头前一档，咱的 OT 厂商就必须要交咱的渔民来客座，至少要收3000吨我们的渔民所养殖出来的，包括我们的台湾鲷、我们的虱目鱼。另外，在咱生产较济量的时阵，也要个人处理1000吨的面积的数量。所以我想，对咱这个基地落成以后，对咱台南地区咱养殖渔民，不管是内销外销，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期待整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来照顾更多的养殖渔民。因为现在第2代的渔青基本上都会有自我品牌因为你要找加工厂帮你代工没有，但是这次那个冷链做起来，他可以愿意帮我们代工，我们有地方去帮我们做我们的产品来销售我们自我的品牌，让更多的消费者能看到说，其实年轻人是真的回来乡下是有在做事的也要顺便跟现在的消费者说，养殖这一块其实渔民的用心，那消费者会吃到它的高品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咱台南市的面积真宽，是全台湾第2宽的水产养殖。但是呢，咱过去拢饲沙巴啊，饲台湾鲷也有吼。但是呢，这个水产要增加竞争力吼，咱的这个冷链加工一定要做好这会当卖到较远的所在，譬如讲卖到中东伊斯兰世界还是讲要卖到欧美去所以若准咱的这个冷链无做好，咱的加工无做好的时阵，有当时迄个运输的成本甲这个鲜度就会受影响。真感谢农委会甲咱补助，咱总共第1阶段有1.4亿1.44亿这个渔业署甲咱补助一半。咱希望讲真紧的时间来动工动工来紧来完工会当来帮助渔民增加咱的这个竞争力。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原住民新婚的议员尹爱达利面对2023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除了质疑市府竟然是用传统活动的形式来遴选选手，让人无够顶真，会影响人才选拔的实力。嘛进一步强调，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不是单纯原民会代志，而是由体育局统筹，拢是代表台南市征战，所以要求原民会甲体育局的相关预算编列一定要法制化。拜托体育处能够注意到，今天台南市所有的体育赛事活动，其实都是你体育局的事啦。我们既然已经独立起来了嘛，对不对？你看全国劳工运动会、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全国这个中等运动会，其实都是你体育局这边在主管的嘛。对。所以真的不要把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当成是原住民的事，好像跟台南市没有关系。不会，我们这些选手出去比赛也是代表台南市科目的哪一项里面的多少钱。你不能跟我讲说有预算有编，你要花跨点工底堆啊吗？好不好？这个东西你事后自己去查清楚之后跟本席报。议员会中进一步针对台南市体育选手比赛交通甲大房进行检讨，其中一人一暗竟然只有400块到600块，更卖讲交通车的补助对区间车到自强号标准是大无同，所以要求选手出身的体育局长提振体育爱对落实照顾选手开始。住宿费的问题，你说我们调整了。每个人头从400块调到600块，各位啊，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所谓非全国性的一个综合赛事，400块一个人头，比方说这些青少棒、少棒小朋友去参加什么外地的菊岛杯啊、台东的什么杯等等的，一个人头400块，到台北一个人头400块，请问一下400块要住哪里？你干脆一个人去租一个睡袋，去秀山庄租睡袋，一个人租一个睡袋，然后去大安公园露营算了嘛。台南选手代表队专区，戴资颖去参加那个奥运的时候，是吗？居然被去做竞技场，
所以说，对啊，后来我想说，也许应该这个东西好好的来思考，好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帮忙啊，怎么样子？包括他的交通费，我们都还重盘检讨一下。议员表示，日前担市调组小棒加青少棒代表队来参加2023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棒球项目，希望不是志在参加，而是展现培训的成效，全力以赴。台南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伟伫总集顺先以这3档半来担市总负责减少224亿，一人平均负责减少5114块来讲，已经是6度上好。希望市长持续健全财政。不过面对担市出生率一直降，议员进一步来评估相关预算的方向。其中针对市府持续设立的公共托婴中心，因为收费低，所以每一处拢是额满。除了要求正式公托唔能够再抽签，嘛希望获得私立的水平降级提升，让父母家生安心请用。妈可能就是有一个爸爸妈妈就留一个在家里面照顾小朋友，好，那8成的话，那代表我们1年还要照顾1000个小朋友，他必须要送去委托托婴机构。这个部分当然也有民间的啦，跟预售报告一下。那民间的目前来讲，是不是有公共托婴的制度？大家为什么不去？是你托婴制度在评鉴上，还是说在一个环境的一个辅导上没有受到家长的肯定吗？局长，不好意思哦，其实这样目前为止哈，托婴中心这边的话，我们一直都在整个那个内容上哈，绩效上，我们一直在要求他提高一个这个水平哈。是。那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有3932个这个核定数，但是它基本上它进去的话是2200多位，那还有1500多个那个收托的员额。但是这个部分呢，我们慢慢会来去思考说要怎么样子来提高，因为中央对这个部分并不希望我们增加补助啊，在经费上和在报名费上会还是维持那个部分比较高的一个负担呐。好，这个部分我们跟中央有在反映。根据了解，市府为了提供市民良好的托育资源，和青年安心起家，目前托育家园到年底将有15处，后续也个规划8处。议员强调，市府不是与民争利，而是让父母加些嘛照顾资源，谈好选择。同时建议托婴满2岁就刷到幼稚园，以减轻收地的负担。台南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主持的议员柯丽丽伫总集顺相当感慨，伊认为北区过去是边缘，合并以后变成中心，不过城市风貌拢无改变。更严重问题是，以公园路作为中心，包括大公、大兴、公园、北门等各类的旧社区巷弄，因为关价落差，造成一落大雨的积水淹水，一直拢无彻底改善。要求水利局一定要有系统性的排水计划。北区以公园路为中心，它的左右两侧其实里面的旧部落，经过正觉里、大兴里、大光里、北门里，规个拢是这种细条巷啊。大概落雨就淹水，淹水的时阵，第一项代志，干务局就先去看，无就切沟搁顶乌，伤浅的搁改切沟，啊，若无就拍水坑。乌甲全空，结果咧，淹一个所在拍水坑，另外淹一个所在搁拍水坑，完全无法度拢总解决伊的问题啊。近期的是先去把它做一个侧沟的重整嘛，哈，然后再做一个集水井。那你未来是不是要把它打通到竹溪，做一个箱涵？对，我们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不是规划，你一定要这样做。我说我们有这样的规划之后，现在也目前在办理招标哈，在办理招标，预计看是在这个年底可以把这个分洪的一个排水箱涵可以完成。议员表示，北区表面繁华，不过却存在巷弄前的现况，所以要求都发局无法度拓宽，透过都市计划手段，嘛有所整理，不是坑咧拍远，所以进一步提出日后铁路地化契机。也就是将废弃的铁道变成公园道，将周边巷弄规划设计，就参照纽约曼哈顿真出名的空中铁道高架公园同款，一一向市府建言。
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一寡在地农民面临订单减少的困境，因此南区区公所甲在地企业以及庙宇各买文旦230盒，送予区内弱势居民，不但帮助农民解决困境，同时予弱势居民伫中秋佳节的时阵，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咱非常感谢咱南区区公所这届发动这个企业心折右请这个活动，不只是说帮助幼农，而且也媒合了咱南方交通有限公司郑董事长，还有盐埕北极店林主委共同来赞助这届的这个活动那讲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在佳节的时候，能送给那个比较弱势的团体的部分一个贺礼，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社会温暖的一个表现我们这次企业户民我们总共捐献了130盒，然后感谢我们这些基层的里民的辛劳，然后政府发动这个政策，让我们非常的感谢，让我们企业有这个机会来帮助一些小农民。民政局长以及南区区长分别递赠感谢状予善心企业，希望透过这摆的关键活动，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欢迎更较侪民间企业以及善心人士来做伙做公益，来帮助社会的弱势居民。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是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
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为着要让台南种的意义更加深化，台南市文化局为去年开始提供特种的艺术家展览的机会，鼓励艺术家继续创作。今年更举办联合展览，并邀请到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徐婉珍来策划。这几位年轻的艺术家，他在台南这个地方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的一个所在地。他所表现出来的，用了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但是他表现出来仍然是一种很具当代性的一个表现。这摆展览以虚实米克斯为主题，3位艺术家分别用书法、水墨以及动线来创作。虽然属于传统工艺，也毋过因呈现出来的作品非常踏进日常生活。我们从这个展览里面特别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作品跟这个当代生活、日常生活一点都没有隔阂，这是我这次展览里面的观察，然后也是我为什么会以虚实米克斯这样的主题来论述这个展览，因为他们就是每一件作品都有穿越虚实，好吧，融合虚实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好，所以我就以这个虚实米克斯作为一个主题。以前都是得完比赛完就结束，那这次真的很特别，有一次的机会，觉得文化局这样子做，就是对艺术家真的是很尊重吧。2021年台南奖得主分别是徐君玉、刘以乐以及董佑凯，以无同的主题诠释当代甲传统共生。该展览伫台南文化中心展出到10月9日，欢迎民众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民众穿着短袖大口吃冰，最近天气实在热翻天，暑气加湿气对人体代谢影响相当大。许多民众在秋冬都有进补的习惯，但其实夏天的凉补也很重要。我们湿热的情况之下，身体可能湿气比较重，水分代谢比较慢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吃一点点的，我们说薏仁或是绿豆这一类的，甚至有时候莲子汤这些都可以。无论是吃营养补充剂还是吃食补，过量都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如果今天你吃的东西吃了过度了，会出现哪些状况？因为凉补吃多寒的东西吃多，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嘛，那所以说，当你出现了脾胃有点拉肚子，甚至应该说，当你吃了之后，晚上的时候，如果假设夜尿吃变多了，或小便比较频数，一直跑厕所，甚至你有点拉肚子，大概就是有点过头了。疫情期间，许多民众关心该如何保护自身健康。谈到增强免疫力的关键，中医师说，重点在于补气。很多人会问说，那我如果说假设补气，最直接的当然是可以吃一点点参类，可是我都会推荐我们可以吃一下粉光参，也就是西洋参。它是同一个分西洋参、粉光参或花旗参是同样的东西。那大概来讲，它可以有一点点的凉补啦，它比较偏凉补，因为它是带寒，那补性里面有带寒，而且它还可以让走气管，可以温肺这种。随着暑假到来，接下来天气恐怕还会再更热，民众退热消暑，除了多补充水分，也可以从改变饮食开始做起。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所以上菜秀的方式展现80年的蔬果培育成果，像是这款淡绿色的翡翠苦瓜，以杂交的方式培育出耐萎凋病的品种，咸淡拌炒做成金沙苦瓜，咸香爽口。苦瓜传统看起来白色，这个品种有一点点偏绿色。那在夏季的话，相当的不错，因为它耐那个萎凋病，
所以比较不容易得病，产量也高哦。那推出以后，希望市场能够受欢迎。留存下来的我们会反复的筛选，这个过程通常要做到6年到8年的时间，你才会确定说，这个它确确实实是抗病，不是说今年它运气特别好逃过了这样，所以我们会反复的去做实验。另外，夏天盛产的木瓜和芒果，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所也培育出新的品种，像是小宝木瓜果型较小，反而适合小家庭选购。金爱一芒果则是果肉细致，几乎没有纤维，而且甜度比爱文高，达到17度以上。这个芒果也是新的一个品种，已经拿到品种权哈。它的果实跟爱文差不多大，可是风味相当的好，甜度也够。主要另外一个就是它生长的时候是比较水平性的发展，较矮了，所以对农民来讲就比较省力，比较省工哈。除了蔬果的育种之外，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所也致力蔬果的应用价值，像是运用豆曲发酵稳定硬凤梨的品质，可以捣成泥作为蘸酱加入汤中，或是作为吐司的涂抹酱。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去建立它的标准制成，然后建立它新的多元化的应用方式，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说凤梨也有这样的加工，对，去改良我们传统的这种硬凤梨的发酵食品。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所长期致力于果蔬的育种、安全生产和应用价值等技术开发，除了给消费者享用高品质的蔬果美食之外，也能够为农友创造更多收益。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崭新的步道采用离地设计，为的就是要降低对植物与昆虫的干扰。拥有都市绿色珍珠之称的鸟松湿地公园，坐落在澄清湖大门东侧，有着丰富的植被以及池塘生态，是许多市民朋友散步运动的首选。但木栈道年久失修，因此也在今年进行了大整建。那我们也知道，所谓的相关的一些步道呢，其实经过一段时间，多少都会有一些老旧，加上以前的工法呢，通常都是螺丝外露，所以我们今年呢，特别采取扣件式的工法，将所有的步道的螺丝是以扣件的方式，是让它看不到的。那所以在整个视觉景观上是相当的延续，也符合相当的自然。大热天走在湿地公园里却不觉得热，因为这里种满了树，即便是夏天走在树荫下还是相当凉爽。在步道整修完工之后，民众的反应都赞赏有加。步道两旁围绕着树丛和大自然生态，宛如一座城市中的森林。我整建之后，以前也来过，现在整建之后感觉那个步道做得很好。谢谢高雄市政府可以把这个鸟松湿地公园做得这么好。我们现在来白天来这边散心听听音乐感觉都很不错。整建的不错啊，因为它这个整建的很干净、很整齐啊，而且对于旁边的生态，你在走路的时候，旁边的生态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而且它旁边的环境也有在改进，也有在派人在整理，我觉得这个步道整理得非常好。市府的用心维护，市民朋友都看得见。不过，常来运动的民众也提出了建议，旧有的木栈板有受损的情况，观光局也回应将会陆续进行整修。旧有的步道那个板有时候都坏掉了，那个钉子有时候都会凸出来，我觉得那个应该也要整理一下。有关于整个步道的改善呢，去年我们已经投资了1500万，今年呢也会再投资1200万，陆续做完成的建制。那也希望说，透过步道的整建呢，可以让民众走起来，在赏蝶在看鸟的时候，都可以有更舒适的环境。蝴蝶采花蜜，鸟儿停在树梢休憩，大自然美得像一幅画。不过，还是要请民众保有公德心，大家一起共同维护这座天然的生态教室。记者邱玉婷、林嘉义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